使徒行傳4章。使徒對百姓說話的時候，祭司們和守殿官並撒都該人忽然來了，因他們教訓百姓，本着耶穌傳說死人復活，就很煩惱。於是下手拿住他們，因為天已經晚了，就把他們押到第二天。但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，男丁數目約到5000。第二天，官府、長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會，又有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、若翰、亞歷山大並大祭司的親族都在那裡。叫使徒站在當中，就問他們說：你們用什麼能力，奉誰的名做這事呢？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，對他們說：治民的官府和長老啊，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，查問我們，他是怎樣得了痊癒，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，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癒，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，神叫他從死裡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。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，除他以外別無拯救。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他們見彼得、若翰的膽量，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。又看見那治好了的人和他們一同站着，就無話可駁。於是吩咐他們從公會出去，就彼此商議說：我們當怎樣辦這兩個人呢？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明顯的神蹟，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。我們也不能說沒有，唯恐這事越發傳揚在民間，我們必須恐嚇他們，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講論。於是叫了他們來，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。彼得、若翰說：聽從你們，不聽從神，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們自己酌量吧。我們所看見、所聽見的，不能不說。官長為百姓的緣故，想不出法子刑罰他們，又恐嚇一番，把他們釋放了。這是因眾人為所行的奇事都歸榮耀與神。原來藉着神蹟醫好的那人有40多歲了。二人既被釋放，就到會友那裡去，把祭司長和長老所說的話都告訴他們。他們聽見了，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神說：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，你曾藉着聖靈託你僕人我們祖宗大衛的口說：外邦為什麼爭鬥？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，臣宰也聚集，要敵擋主，並主的受膏者。希律和本丟彼拉多、外邦人和以色列民，果然在這城裡聚集，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，成就你手
和你意子所預定必有的事。他們恐嚇我們，現在求主監察，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，並且使神蹟奇事因着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。禱告完了，聚會的地方震動，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，放膽講論神的道。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見證主耶穌復活，眾人也都蒙大恩，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，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，把所買的價銀拿來，放在使徒腳前，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。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居比路，名叫若瑟，使徒稱他為巴拿巴。他有田地，也賣了，把價銀拿來，放在使徒腳前。